南北门的农会推广到在地洋香瓜，特别来成立到洋香瓜哈鲁的品牌。这礼拜六要举办活动，要来推销这项在地水果。2024北门哈鲁香香瓜产业文化活动，要伫咧12月7日北门水前高档起股。活动迄天除了有香香瓜展览，嘛准备做创意料理，互民众来遮啖赏。洋香瓜的瓜果干甲洋香瓜含量提供咱现场的民众品尝。今年香香瓜受到天气影响，产量减真济。北门区农会为了推广行销在地农特产，除了成立香香瓜哈鲁品牌，伫咧记者会内底嘛斗打农业特色，发表农会新产品红葱头面和红葱头酱。今年有迄个红葱头的新品啦吼，除了迄个红葱头面吼，还有红葱头酱啦。北门区农会邀请全国民众来到北门佚佗，纯粹来食上潮时的好滋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